唔系姨妈哦，唐艺蕊青丘姨妈呢。改天找个机会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冲一下，让我这种老灵魂要稍微有点绽放一下，好，滋润一下，滋润一下，对不对？讲的我好像都没给你滋润，我还不够滋润，对不对？老热大擂台，老热降下來。今日有好搞哎，今日有好搞今日啊，你老熱大擂台，特別開發跨界跨馬街啊！哎，今日係點多，點多過來。哎，一般開始哈，安尼是流行歌曲祖先嘛，流行族誒，哦，再來傳統族嘛，哦，但是今日係唱傳統族嘅朋友來唱流行歌。流行歌曲嘅朋友嚟唱傳統歌，點都按用跨界就對了。哦，難怪用今日坐順風嘅嗰種吼，感覺冇強用。好，一看全部老人家，坐到嘅前輩啊，前輩啊，啊客家嘅，嗰邊前輩好，係啊，咩算自稱咩嚇，國寶級嘅啊，就有嚇，係啊。誒，佢去過欣賞呢，今日做得清後賞。對啊，哦，他那個啾啾有冇？有啦，他的兩片啊，好有70年代的 feel。係啊，那個，有嗎？啊，誒，對，今日咧嚇，好上起來嚇。點都過嚟挑戰。唱一道欣賞嚇，今日就教啊你，好教誒。有比哦，要比賽哦。有獎金哦。呢個是第一名嘅哦，分數清過還有3000嘅元哦。3000冇多啦，係啦。咩不差的啦。對啊，就是一啲獎勵。獎勵鼓勵你這樣子。 3000點，太好教啊你哦，誒，來，啊你比賽之前哈，例如有請到評審欣賞咧。徐嘉賓欣賞，黃碧樹欣賞。Yuselty 先生，我哋有唱 TVB 了哈，係啊 TVB 基本上係就算三國王啦，三國王，但是忙是唐吉唱流行歌曲，很正經唔是唐國王，對，加嗰種上沙沙，應該咪先有咪西吧？流行歌曲唔啲，哦，就唐冠就啲，唐冠就啲咧，好冇？係來自那邊，來自你嘅新竹嘅橫山嗰樣，橫山係連怡健睇過，帶來藝嘅欣賞，好嘞，唐冠啦嚇。強強回頭看以前行過嘅路，層層心酸用心聽，奔波嘅人生道路風風浪浪，愛一步一步慢慢行，時間城市慢慢難，當作係人生嘅路程，雖然路途艱險又難行，愛吃力吃強怕是難。前場，強強回頭看以前。
东西。我嘅人生道路風風浪浪，愛一步一步慢慢行，時間真是慢慢難，當作係人生嘅路長。雖然路途艱險又難行，愛此地自強排除萬難，別後將有光明嘅前程。哎呀，今天要會做一個，咩不茶啊？咩青河糖啊？哦，要創嗰啲無茶咩？哦，你流行歌最近會溝通啊，咁溝通啊，唔是充歌嗎？兩種比起來講，誒，嘅困難度差喺度嘅，山歌藝術凊彩都會唱啊，有藝術冇法度啊，哦，唱 Q，小唱啊，小唱啊，小唱，誒，唔係咁特別開始練歌嘅時間，我差唔多10多年前，差唔多下期有嗰種係歌謠版，哦，又去唱佢要唱客家，流行歌佬學路啊，要教，都要就出嚟，教天數都教下數啦。哎呀，哦，兩個歌經過10多年，唔識唱嗰種係有以前當中有冇人教，所以都靠佢地位飲起來，唔知練習來。哦，但是有味道啦。咩青河糖啊？我那當作山歌來唱啊，歌詞較多一些的啦。山歌應是8個字。歌詞按多哦，最近也冇當熟當嗰種係哦。嘿，會開啦。真係工業領域冇咁樣。真嘅。我按你要創假嗰種按你傳統嘅東西，像愛按你名樣嘅。七雜絲都唔點咁慢唱。唱山歌是現在藝術家咩做嚟作出嚟。對啊，係啊。哎呀，你照給他撲個，你話送給他撲個呀？如果配歌詞。冇人改啊。冇人改，正經跨界咯。流行歌有流行歌，佢嘅加出，對，都全部都有啦。對啦，傳統有傳統嘅加出，冇咁樣啊。係啊，對啊。嚟，等一下。唐官嘅流行組嘅評審欣賞有蠻高啊，雜藝欣賞。哎呦，唔敢，那個山歌王林泰國你好，你好，今日可能係用。你耳機糖吼，雖然講嘢生爛爛、生澀澀，唔過可能因為了首歌曲嘅歌詞啦、韻味啊、度度吼，當場唱出男人嘅心聲，有冇？哦，按當然咧，在當次演去唱一家樣，不管你按當然啊，雖然講唱嘅客家傳統嘅山歌，唔過咧韻味哦，味絲又多又多味哦，係吃咗了首歌曲，人家來流行組比賽嘅話，有可能。做得更錯咗嘅 V 嘅，哎呦，你講真嘅，我有樣，厲害嘅，唔係咩？你講係我想咧，我想出來啊，我想咧，因為嘟嘟好，你阿叔講拖檔好，要加上然後，因為我彈過人唱山歌啊，紅亮，唔過你阿叔講曲。度度吼，除了有一點傷澀澀，愛叫冇愛叫嗰種感覺，啊，吃到感情的味絲又多。對，然後他，什麼意呢？對，什麼意？那種歌嘅時候，你比如講什麼嘢，像個英港戀情啊，嗰條歌應該當時還唔啦，本係英雄，哦，冇是英雄類一條東西應該當時還唔。如果做在搭皮度，哦，個人上嘅話。就來我練啦，有練，絕對冇練到，冇練一條，冇練500遍咯，冇法度。500遍。好，而家就看人嘅分數，可以慢慢坐上 V 面仔哦。聽錯咗就錯啦，TV 嘛，天天都係錯啦，看咗就錯結叫啊，嗬。嚟，係，嚟看李健嘅分數。哦，是嘛。
94点出分，那分数算高。算高分哦。对啊，魔术爱传统啊。魔术啊。虽然也唔係當我唱哦，台灣歌哦正經。對啊。正經上來是空白呢。空白啊。空白呢，你冇攞幾個歌詞呢？你嗌喺唱傳統嘅嗬，嗌體育機。製作係上過去，天機人做係上過去，啊！你韓國冇話多上咧，唔記得唔識韓做。你喺度算拍個，算到後來歌詞都唔知做乜嘢。有場時唔記得就全部唔記得咧。係啊，一回生二回熟啦，係啊，印度都會印熟死。所以就啲咧。好啊，來，好，來先就位一下，好，登上位原則寶座。先把。那個帶我帶的。這個帶，這個拿哈。這個帶的。哎呀，拿喺度。好嘞，好，做哈，好，恭喜，好，看下一位有辦法變高級嘛哈？哦，下一位係3號的阿 V 來。哦，來自新竹市嘅李文芬先生，帶來硬鏡。好，看見硬嘅來。天下萬高，壓破秋風窗，喜拜北光，祈福與家人平安，勸險作家與聖人嘅信仰，削花蓮盆，削子蓮筍。想愛用板耳頭拜阿公，曾經老阿爸講過，莫想安多，行七家嘅路頭，總有唔少無來頭。頭個硬鏡，係馬人固執講堂。愛看硬鏡，有堅定嘅思想，用講嘅當鏡，做起來無簡單，就像孤孤單單嘅立場。人是愛硬鏡，總袂有氣力3萬遍，唔是人了人該受到無較啥。就算是冬天，事情莫頭，轉移情，轉移看，最開心嘅情感。頭個硬鏡，係馬人固執講唔通，愛看硬鏡，有堅定嘅思想。做起來無簡單，就像孤孤單單嘅立場。人是愛硬鏡，總袂有氣力3萬遍，唔是人了人該受到無較啥。就算是冬天，事情莫頭，轉移情，轉移看，最開心嘅情感。天下萬高，愛拄拄風窗，上去天堂嘅阿公阿婆。硬鏡流來那，哎呦，咪拖啊！有，非常好。哎呦，還能散過啊，簡單啦。因為我想喺挑戰一種新嘅創作嘅東西啊。因為係啊，愛卡的邱連青，對啊，愛學弟啊。
哦，你要种床边，学长啦，交通大学研究班的学弟，给他搞好研嘅。你要種專師人，我都強下合作嘅，我當種魚了蔬果上來，所以你6個時節你就又燙，有，不過你了蔬果我冇參與。冇衝，唔講愛當種魚了蔬果，感覺意境當好。對，哎呦，沒想到他有與時俱進呢。因為佢嘅老嘅有兩件阿卡勒咩接有合作啊。哎呀，表示他有年輕的心呐。真的，挑戰呢類感覺用吧。肯係山歌下簡單，我覺得後生有感覺，溜香歌下簡單，山歌當他。係一種關係啦，係一種習慣啦。哦，真的，我吃了2種就東南呢。東南哦，你吃透沒？真的。來，衝到唐先生的講評。請秘書先生。對，立台哥哦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想你係你體育白從流行歌吼。我後生圈從流行歌。哦，真的啊。差唔多40歲，以後人開始學山歌。哦，啊，咁你從到兩萬，你會感覺從傳統嘅下好唱。我你下習慣嘅傳統嘅節奏。我聽你從了吼，我有一個感覺係。用白你因為感覺從傳統嘅山歌下好唱，也係要撈你從歌嘅方式有關係。因為你從山歌嘅時間應該上係表出來嘅，你會感覺你嘅上表出來時間應該你的身體你有用到有參與到。不過從兩個流行歌曲嘅時間啊，我都係用下功法嘅方式，所以兩個上會表到好靚過。從你體育機啊，體育機從嘅時間，你上會從到動腔嘅上，係嗎？所以彈起來就會，其實你有壓抑，因為讓你拼衝嘅從歌嘅方式冇強容啦，所以你會覺得你原本就得從安台上嘅，不過因為從下腔，所以你就其實你是壓抑了。那其實不易的，就是練習的方法，就是說，其實你去用功給，你要想要唱這麼輕，你去用功給方式，整首歌聽起來其實動有感輕啦，可是就是說那個會為觀眾嘅世界去為那個 pour 去為就會去開始趕，就是沒有。像山歌，其實它是有一個在一個規則的節奏裡面，不過你從動數嘅時間，你就可以很自由，對不對？可是其實流行歌、流行歌美，它也是有一個在一個規則裡面，不過可以按照你想要功法嘅這個口氣，然後去造成你那種很自由的放鬆。對，這是一個小小的建議。好，跟我唱收放之間，對，還要看一下佢嘅分數，看佢辦法嚇，同佢嘅 V1 像已經線上做咗改變，忙，你看一下佢嘅分數。看下呢部分嘅分數。從伊嘅眼中愛看到回答，心裏有驚怕。剛剛還有談到你裡面有來講到姨媽啊，唔係姨媽啊，唐奕倫親像姨媽呢，最愛係姨媽樣。愛萬年超萬年，繼續安陽氣。以你老師你那個嗓音啊哈，這我建議你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可以下嘅分數，看下呢部分嘅分數。哎呦，好，哎呦。係啊，都你件事排泄啦嚇，係啊，我揾完錯啦嚇。係啊，唱嘅換份先生，做得錯得嘅。V 面再報 V，我愛來錯了。嚟，我人錯一下。我哋掛上面啊。嚇？咩冇一條？掛上面係。係，唱錯嚇。哦，做得唱錯一下。好，安尼兩位比賽啦，天意味要T要唱 T3B，係類似人哋嘅新竹竹動，從水從帶來滿法。哎呀，一條歌咁動線呢，好嚟彈看下嚟。
也要唱，安可风花爱唔舍，树安花树满花名。山歌要河山要江，花面南边每个乡，上山歌后开山窗，北天担挑也会变强。山歌要河山要江，花面南边每个乡，上山歌后开山窗，北天担挑也会变强。要歡來也要唱，但可風花愛唔捨，樹萬花樹滿花名。山歌要河山要江，花面南邊每個山，上山歌後開山窗，北天擔挑也會變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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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哦，给他上有点迷上的方式，哎呀，阿昌也跳过嘟嘟吼，哎呀，应该有到合唱团哦，上课前面差不多20分钟，一定会学安尼发声啊，有男中音这种感觉。对对对，跟你怎么一开始唱，练习的时间用练啊多。你用办法上练习。你唱哆咪发嗦咪反正就合音了。按用双音哈，按用练习吗？对对对，嗦啦嗦嗦嗦咪发咪咪咪，嗦啦嗦嗦嗦咪发咪咪咪。合唱团一定会练的，听出来练的啦，发声。某种人。噔，你，哦，哎呦，你，啦啦啦，对呀，这一定要先练发声啦。哦，正经哦，练啊，暖机啊，你要机要暖一下。对对对，开机的时候暖一下。没有刺激它，怎么会那个嘞？对不对？没比较容易受伤啊，大师公没有暖嗓的话。是，会受伤。对，从安尼，嗓音会压退啦。从传统的。冲关的，迄差不多30-40岁，较有创安的传统。虽然双拜公先演就好嘛哈。对啊。但是都迄上个1-2-10岁就我被较少创流行。较少创传统。哎呦。东王啊，20-30岁个比较害羞的哈。哦。他把因为你个朋友也都全部就。从流行红歌就流行歌嘛。哦，是某种一串传统，我是说。对啊，他是较接多的对，较有创啦。他
后面差不多5、6、4、5是不是？有传统歌诶，传统诶。但是每趟歌因无长啊，不管流行啊传统都全部加好用听听，真的有天分。对，安尼就唐先生的讲，好唱，来，蛤蟆老师，来，我们庄大哥哈，庄太哥哈，其实你那个上同后堂那个中低频哈，那个力道哈，还有那稳定度都懂巧。这首原唱是天宝上嘛，是吗？对，邓百强，对，很久之前的歌。虽然你那个频率在中低频的部分它强哦，但是你那个声音的声线有没有？其实这个来搞懂多呢。所以你可能有一篇在想法的用法呢，就是。你用传统的声音声线，假使讲你把它升了2、3个 key，因为你追狗音在这个口腔的上端，但是你的频率已经可以到鼻腔上端额头，也是告诉你没来。跟说你用按摩腔用的相反，你假如说改唱那个人家流行歌曲哈，我跟你的分数会很不一样。哎呦。真嘅会懂我腔腔，因为要蛮高的，因为传统的你就 up 多这个中低频嘛，就中低频的部分你 up down，而且你会尽量把那声音收到舌根嘛，好，那其实你的声线就像刚才你讲的，你在第3步关于你可以再拉2个步，再升2个半音、3个半音，还对你讲同简单呢，那反而就讲，因为人家从流行歌人哈。他会觉得他压舌根懂后堂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没有办法往前推，但是他声音就变闷。你妹嘞，你那虽然是中低频，但声音很亮嘞，你没感觉哦？很强哦，你那个声音很强，厚度很重哦。这个快4月时间还在避害，流行族诶。对。那么骗你在避流行族诶，真的都得考虑。然后已经泰国讲了，都是已经泰国要报名的，全部都来报名。他是讲说过了边下，连蔡徐坤先生都报名啊。而且你那个声哈有那个带声源哦。带声源是谁？就是带嗓。有带嗓眼呐，嗓眼对，人家唐也会懂，就是听着很舒服。而且你那个频率只要拉高的话，你那嗓先会抹空腰。给你个建议，不错。好，尝试看看。好，这个大标来了。什么老师？吃宽啊啦。什么老师？不用打安全牌。对，你看一下，看有办法哈。像我们本心上。看一下总是纠正回家，看一下，总是从泰国的分数。拍摄，拍摄啦！什么欣赏？哎呦，随从开口。好，耳机开始用力了，来，3位原则宝座。好来。请坐。好，怎么有点父子情深的感觉？各种感觉。好了，恭喜了哈！系啦，看沙下来也比有办法。山歌好啊，山歌好哦，歌好呢，歌好哦，来使你嘅新祝福口，梁淑鸟带来心中嘅一句话。谈看佢从安尼流行歌曲有乜嘅味道嘛？心
敬重啊，清后堂啊，清后堂啊，对呀，董敬忠，董敬重哈，唔是啲人啲節目當中唱過流行歌曲，是替拜嘛哈。替拜啊，丁諾貝是唱歌嘛？是。諾貝又是唱歌。諾貝唱歌，嘿啊有比賽過，唱流行歌曲是比賽過。有。有拿到那個 demo。哎，不錯啦，不錯，不錯，就是意思沒拿到獎。哦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啦，咩有啦？拿到第2名歌，唱流行歌曲。第1名。哎呦，第1名。哦，真的啊？你有安排誰講嘅感覺？難道甚至冇聽過咧？第1名係當公用嘅事情，有冇感覺？真厲害。睇過要專門要去比流行歌。啊，所以要比過當好嘅成績。有哦，所以你有嘛係咪緊張啦？因為該聽話來聊到流浪專門傳統啊，兩邊他們是唱歌啦，兩舞台當空他們是唱歌，就會緊張。唐一有傳統味道啦，有啊，都是有一系列啦，都沒清後堂啊，清後堂，什麼？有味道，係啊，他講接到啊通告嘅時間，我喺唱流行歌曲，我就開始緊張啊，咩叫我所以唔得啦？唔會啦，唔會啊，哦。啊，有特別有唱線上的搞啊嚟啊，有。係去卡連。疫情期間做唔到春。去卡布卡連啊。啊，咪要同強下互相研究啊、交流啊。喺線上。喺線上啊？喺線上會唱歌啊？機會彈啊？機會彈。哦。聽眾也很重要啊。對，機會彈出乜問題來。他會指正你說哪裡唱得不好，有冇？佢展開時間下，佢講開跳啊，佢係講冇重按惡啊。溫柔的哦，情歌嘛，情歌要溫柔一些。剛剛還有談到你裡面有講到你的姨媽，姨媽，咩姨媽？唐奕來親像姨媽呢，最愛係姨媽安樣。乳麻，姨媽。哦，心亂如麻嗰種如麻。心亂姨媽，我怎麼聽到姨媽的？這是跟姨爸跟姨媽告白的歌嘛？原來是如麻。哦，心亂姨媽。好啦，唱對了，唐嘅。詐比心渣。叔來講話。係姨蟲，大家咩要唐來？而家看一下。姨媽嘛意思。大家想講，怎麼唱姨媽啊？看一下哦，心亂如麻啦，心亂姨媽。好，所以山歌天后吼啊，今比當用現都做講到嘅山歌王嚇，山歌歌后。心中嘅一句話，我想問哦，今比做嘛偷了首歌曲？你一聽會唱動作歌曲。伊係一條歌同嘅意見太過樣啊，鐵拜。我想去有嘛紀念先啊？冇，我想去挑戰呢首歌。哦，當好，我出得到答案咧吼，因為我知道人飲食喺多啲行係談到啲位唱傳統做嘅現實地位度，人飲食真件當好談。所以講懂腔力，懂腔哦，真件懂腔，而且還有一種很乾淨的穿透力。有啲人懂腔可能沒有穿透力，穿透力就是要唱羅太歌講嘅，要唱山歌啊，你山唱落基山都有穿透力。佢可能因為唱傳統山歌，佢要練歌，不過佢用這種方式轉到流行歌曲嘅時間，佢哋要樣板熟。古時候講兩首歌彈起來，當時他有那種小女生想要說話，就像佢嘅歌詞講心內有強怕嘅種感覺，佢唱得當好。唔再一看播出吼，有呢種同樣嘅做由按人嘅想法到副歌心中嘅一句話，你兩擺練過來，你真係唱得當好，不當下人，來知道你真嘅哦，未做得嚟流行組，因為你的流行組也演寫出樣當然，因為有陣時彈流行歌曲，唱流行歌曲最愛彈都係最單純嘅一件事情，當順當腔力嘅上，來知道你可能嘅流行組未會打替一條人哦，來比賽，我講真嘅咧，我講真，錢要幾飛，我知道佢錢要幾飛，好冇？希望佢咩表現係本一個分咯，加油！你講書你講起我。哎呦，你還有錯得穩穩啊！嚟看一下，看一下梁淑妞嘅分數。好。60，2000。冇歌咧，冇歌咧。
安尼3000元比特咧。好啦，抢个水从欣赏请客就好。没，等下抢也是啉饮料啦。拿3000抢6000。抢6000。好，安子谁？好了，再别当吵。好，茶都2点3分。2点3诶，给欣赏有意见啊，没办法。慢，但是呀，杀好了也比哦。有可能要突然撞水。嘿哦，记得。嘿，你阿妹歌后，前辈歌后。啲安尼流行传统组，流行组应该没有吗？年度冠军。嘿，啲安尼流行歌曲组，比如说年度的第1名。哦，安样就唔对啦，同款啦哈。同款。嘿，来自新竹嘅强林吴天云带来钟意雷讲嘅法。好，哎呦，等一下咯。的是关注，有人有天也专心，唔知几多年嘞。半夜手上手下，为了几只钱，暗用光阴轻巧，团献给自己。俺的心关注，有人有天也专心，唔知几多年嘞。今日手上手下，手操很连连。爸爸嘅講老公音住聽聽起嚟咗，一啲啲咧老幾中進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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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意女將嘅花啊，心肝地都強落邊邊啊！才來也先鬆鬆啊，看見麥嘅甩一條叉，中意條長長嘅光啊，心肝地都神高邊邊啊，神高南窗啊生開呀，一條側本而來爬。一啲咧老幾中進咯，一啲咧老幾中進，一啲咧老幾中進咯，中意女將嘅花啊，心肝地都強落邊邊啊，難苦也才來也先鬆鬆啊，看見麥嘅甩一條叉。重重嘅光啊，心肝地都神高邊邊啊，神高南窗啊生開呀，一條側本來爬，中意女將嘅花啊，心肝地都強落邊邊啊，但風啊才來也先鬆鬆啊，看見麥嘅甩一條叉。一條神果滿意嘆。哎呦，对呀，把这个舞台好像当做他自己的演唱会一样，当做去给演唱会啊，还被 Q 一下有吧？你还轮到我表演哦，当然要
全力以赴，对啊，拿出你那个痴心向输了的舞台。对，哦，还有刚刚本来想这边多么帅，对啊，突然被 Q， 都是鸡蛋也要买了。哦，清醒呀，吓到我讲的係咪先帶下招呼？哎呦，冇得。也就會互通啦，正經有經驗，所以經驗。從流行歌曲嚟講，對你嚟講冇乜嘅冇乜問題啊。其實我係咁講啦，我感覺講流行歌傳統係播流行係好啦。其實從嗰個樣子講，你乜嘅就愛去嘗試。哦，係。我感覺講從呢首歌，我感覺講今年我感覺我可能我改變的，我想會讓我自己感覺好活潑的。哦，就是今天他有點裝可愛的感覺。對，咩食菜啊？正經等一下啊。對啊，很可愛，跳舞啊。對啊，我想啊，叫我創一條歌更適合。係啊，一節播聽起來還不錯。清後啊，蠻有味道的啦。破也沒問。對，但是我不知道老師們聽的覺得如何，有沒有什麼批判的聲音，還是什麼？可能來吃家堂欣賞講，還是稱讚的聲音來講一下嘞？批數欣賞。佢應阿正伊吼，我提白唐伊從兩條歌曲啦吼，兩條歌曲呢，我感覺你都從過給時間，其實你有做到一些收放自如，還有就是你用你自己嘅口氣。會從兩條歌曲，像我覺得又體鳳哈，第一句我那時候聽到，我想說完了，你會不會就會這個節奏會掌握得不夠好？講好一點哦，他會生氣哦。因為第一句有附點愛給心關度，這個給你已經有一點快不見了。可是你第二次唱到同樣的歌詞的時候，就有控制好，我就想，那你慢慢漸入佳境，到的那個一滴滴的，一滴滴的，你把那個你很想要，就是它就是你真的就是一滴滴的，一滴滴的，留給中轉來，你真的就是你用起價給奉師來從了解你想會從給這個句子，我就覺得整個掌握的還蠻不錯的，然後我覺得整首歌聽起來非常的流暢，我覺得很好。好，老師也很認真，很嚴肅。其實今天也不是什麼正式比賽，講的那種自信，其實我感覺其實很用好啊，漳州的地都設計有蠻問題，真的哈，我都將會進步啦，將會改變，係啊。雖然講喺 TPK 方面輕盈啲，現在冇係我再來參加流行組比賽，最近比到年度第一名，就比過你還會比，你就轉來。幾好教啊，你都好教，幾向書誒。對啊，你隨時反應，係啊，你想我轉來教就教啊，係啊，對嘛。順風教下就好了，他這個壓力很大，他跟我撒嬌呢，沒人跟他比哈，對啊，蠻難比啊，哦。好啦，看一下人嘅分數，看一下吳天元嘅分數。哎呀，有咧，邊個咧？哎呦，水從先生開車啊！係啊，安尼就麻煩登上衛冕者寶位啊！搶錯！ 3000 Kelvin， 好，恭喜，好，恭喜。好嘞，所以不到最後關頭還不知道鹿是誰，壓走了大魔王。對呀，應該青蒿堂兩位欣賞從流行嘅歌嘅，送一百個 Superman 正經吼，英雄情結啦。會唱歌嘅人，欣賞級嘅人，青菜用嚟創作後堂。係啊，佢有非常的奔放啊。對，用書給他補。看佢今邊帶人物嘅後堂嘅歌曲。來次年沒有你跳舞，請佢個欣賞帶來5年萬嘅。哦，來彈下啦。 萬年超萬年，繼向眼陽氣，從來唔識潛藏來苦苦啼啼。一言一講很
了眼看，错了爱无所谓。我今夜夜夜分离，要擘低了波兒，你做意愛做愛，我已記憶團前不出的意義，當作愛無福氣，紅到意愛愛度。欺骗爱，你也骂你，你也骂你，你也骂你，你张默契。你愛萬年超萬年。愛向安陽去，從來唔識淺藏來苦苦地提。你也已講黑了眼看，錯了愛無所謂，我今夜夜夜分離。我已記憶團前不知的一天，當作愛無福氣，紅到你愛度的欺騙愛，你也罵你，你也罵你，你也罵你，你張默契。欣赏就会欣赏。两位好哈，两位好，水準哟，冇公用冇公用，沒，實在講哦，唱山歌啊，就會人較拿手啊，平常就較少唱流行歌，但是講嘅流行歌，民國76年啊開始來搞嘅時間，嗰樣時就搞愛黑人嘅人，開始就前面一條花樹根啊，哦，咁樣愛到拍山人，嗰樣時就開始搞嘅，就開始搞咧。客家流行歌叫當開始嘅時間，對，張開始嘅時間，對，當時哈我要讀到個林子妍老師啊，誒，幾來有冇啲南亞傳播公司啊，誒就講誒，叫我蕭老師教我唱山歌，我講竟然都教我流行歌，誒，忙啲2年你就走脫，38歲嘅人，誒，真的，也非常的大眾，青大爽，佢寫歌青老太，對，西門講咩嘅寫？對，還有乜嘅？還有誒愛黑人嘅人，應該是最瘋嘅時間。家其實我喺啲旁邊咧看人唱歌嘅嗬，唱流行歌叫有嗰種垃圾嘅嗰種感覺，有回到那個哈，跟那群星輝那個年代，有呢，真熱啦，有。誒，當然我講過嗬，誒流行組啊，尤其係咧作為老師啊，就全部啊秘書老師，還有咧造詞老師啊，就全部都有，我唔敢講樣板啦，誒也就限咧。因為人既然喺來比賽，就一來談佢哋意見，了解人咧誒缺點到哪度，係不人咧？我上邊記都唔敢講，唔敢講太多啦，唔敢講，已經難迷嘅，係我講啊，對哦，我有造詞老師咁講啊，你會覺得老師的發音是你有什麼意見嗎？比干，對，唱高一下。沒講正經的啦，謝謝郭老師哈，我說生意3年啦。佢哋做老師嘅時候，我喺啲什麼意思哈？啲去腳踏茶，睇佢哋個開始，睇啲奶牛嘅，對嘛？睇啲細路樣。一見嘅，我感覺咗以前老師在搞咧客家歌曲嘅時間哈，大部分佢哋係愛獻的嘛，還有這個所謂的國樂團可以去唱哈。其實以前沒有唱過的傳統嘅客家嘅流行歌曲，是公元前。我記得佢唱《東都樹》。後來慢慢的，你也是公演，對他傳統的小調的，你比較專精在呢部分啦。唔過了2年，我感覺
这老师突破很大，就完全要感谢安尼你节目，闹热大擂台，帕巴罗蒂没做了。哦，有，对，Superman 有做的做。你看今天那个一拍枪，我们的摄影师讲哦。还有上30岁，那个背影看起来像36岁的帅哥，太多元了，太多变了，真给那个风格都在挑战。那不能像哈，因为老师那个嗓音嘛哈，这我建议你可以来参加我们流行组。我们在参加流行组，但是你又是传统的评审，因为就嘛，这好像不太对，但是我可以建议你可以来参加我们。嘛，流行组的嘛，干的嘛，大魔王大魔王，这个呢，我讲哈，以前俺爸爸弹给嗓音，马上就对俺的耳朵里面回响，因为人家嗓哦，真给的喊中打一哦，飙出来，对啊，这种 mono 的感觉 ，mono 跟很专业，而且人家耳机底会弹到，俺讲哈。真嘅冇嘛要走音嘿，冇嘛要走，其他参水在好的耳机弹起来，还有小跑音 pitch 冇嘛准嘿，真的，那是我嘛，那是功力嘿，功力，给别人懂哈，还是让我耳目一新哈，这个继续大标。人流行组参加大魔王，是吗？也就看你田园之子有办法凑，再继续凑落去嘛，拿到3000焦嘛，像安尼田园之子的都不在当中。唱移动哦，你看下来看分数。看2位咪就拿到3000焦哈。看下来看车去过欣赏嘅分数。如果迄个是这个清唱，清唱是做的呀。老师莫听啊呢，你做得嘛？那冇种青阳梦呢？啊，马个摸啊！啊，青阳梦啊！改天找个机会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冲一下，让我这种老灵魂要稍微有点绽放一下，好，滋润一下，对不对？讲的我好像都没给你滋润，我还不够滋润的。2位咪就拿到3000焦哈！看下来看车去过欣赏嘅分数。好嘞。哎呦，96.7分。欣赏恭喜！哎呦，还发现姜还是老的辣，对不对？勾芡的就好啦。对啦，哎，这个还很重要。自动下手。不容易嘞，看。哎呦，容易啊，得到3000的元哈。来登上卫冕者宝位。你的车去过欣赏，等着你的第一名奖的狗币。还小跑步哎啊，你等一下。一看单元啊，安尼特别内边哦，唔错，應該非常緊張。當然哦，我知道吼，衝流行嘅吼，我專做衝嘅傳統嘅正經壓力清態。哦，佢叫命樣嘅。哦，真真難嘅。莫講佢啊，對喎。顏亮嘅嗬。啊，看幾條衝都緊張嘅。對啊，顏亮會不會衝過嘅嘢？佢衝過來三太挑東西，都冇辦法。我哋要去學亮機啊。學亮機哈。係。主要人哋可以衝。係變咗好，我多一條。唔係，我衝機少唔似解名。係，我執茶。對啊，好啦，顏亮有必須有獎金。鏘鏘有獎金哦。獎金嘛哈。加油哦！這邊特別企劃也是有獎金的，不是你們來玩一下，我們大手筆哦，然後看你們很出糗的樣子。聽說沒有，Andy 那兩種節目沒，不是，我們是認真做節目。但是我們製作人很喜歡看他們出糗。對，我看到這個陣容就抵了嘛。哎呦，所以比賽哦，比賽因為有獎金，所以按照搶到欣賞了，評審欣賞。我評分一下。好來，介紹下嚟。好，李主下欣賞，車去過欣賞，李雲芬欣賞。我馬上要進行比賽咯。但是比賽之前，本要就躺一下，乜該按到衝山歌。可聽哦，不是給他們下馬威哦。也是讓他們學習一下。學習哈，乜該按到傳統山歌的精神。那就由我來唱了啊！好，下班，我們是負面教材啊。
我嚇到人啊！我唱當然我唱到我轉台呢。係啊，經典嘅，經典嘅國寶先生係嘛？國寶先生哦，佢啲人嘅節目嘅台柱啊，台柱啊，對啊，係啊，我節目嗰間忘記冇人嚟看啊，真嘅，真的啊，係啊，哦，格格嘅搖槍佢哋做啊，親口嘅示範，李秋霞先生帶來後堂嘅歌曲嚟，三個字嚟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！哎呀哎呦哎呦哎呦！国宝欣赏吼！哇，好像过年特别节目啊！哎呀，有嘞，有些风风嘞，自抛诶，自抛吗？然后讲一漏你去做一风，因为你大概你就按讲哎。对呀对呀，这有点像年兽的感觉。冇喺你自重你讲诶，你刚才你上落喺老讲。冇啦，开玩笑啦，那有可能。有糖豆嘛，哪个人都冲山歌。係嘛？呀，主要當創山歌啦，啊，對嘛？誰能假你比啊？真的。冇人做得老人比講，亂講嘅，按講吹不變得幾啦。真的啦，哎呀，創山歌睇下都會創，即係講要創得好唔好那我一回事啦。但是問題其實都創到唔好啊。啊，係啊。誒，唔過基本係冇一天哦，要比賽哦。係啦，冇天初要
有那个奖金哦，有备而来，为了钱可能特别有去学习，没有可能练一下是吗？有偷偷的去学习啊？有去好嘛？某你还摇头？编一下3000教哦，好不好？係啊，還做得錯到嘅 V 嘅當風啊！係咪？人嘅做得錯上去哦。係哦。給到 V 已經3張嘢冇認錯嘅。等他表收一下。對，佢灰塵唔係積一朵嘅。係哦，正經哦，係。好來，唱先生的介紹一下。 OK， 有唱好，TV，就係欣賞嘅片，因為呢個節目係非常多人都欣賞哈。然後欣賞人嚟唱呢個客家山歌啦，唱二兩三首要按好，係咪咪唱啊？好嚟啊，唱啊！你按人哋介紹雲林呢度咧，林披賢，我哋睇個大嘅山歌詞。哎呀，好來。做嘛东西？冇糖到荧光嘅嗓音嗎？救護車，叫，係咩下？去送醫院，叫。強啊，手下輕鬆嘅就強啊送過去啦。你要送醫院？係啊，發生乜事情啊？我冇聽到上嘅時候，我唱真好啊！唔對吼，要上嘅時候。第一機喊做得啦。對啊。你會唔會全部擺槍呢？田平後背特別香一田冇上呢。乜嘅啊？翻譯啊？翻譯喺邊？香糖冇上。糖冇上癮哦，唔講糖冇小強那所以如果迄個是唔這個清唱，係做得嘅。老師冇聽啊呢，你做得冇？我冇講青陽夢呢。啊，馬個夢啊！哦，青陽夢啊，青陽夢，青陽夢啦，青陽夢啊！誒，我睇我後背，唔知曉真正攏睇夢呢。唔睇夢，你嘅魂都走睇咧，唔睇夢，冇人聽得到啦。所以呀，來，你清唱看，清唱看啊！樹下涼從哪個啊？心水又開那後生家人啊，做呀兩哎呦！好嘞，你是關切啥嘞？好不好？那你去改問題啦。充滿東西。我真認真嘞，你真認真。佢要下眼，佢要眼用。你用花嘅哦，睇下用沖係嘛？那你沖，安尼觀眾朋友會便秘啊？係啊，嘅老到第七家不還天使用誒。必結咯，我哋講誒。我自己真認真咧開呢。有些事情勉強不來啊，共進給沒人用。係啊，披賢正經他就是。所以我覺得他3000位應該是沒望了哈。唔夠有機會抽上去啦，畢竟他是第一個。哦，第一個哦，還是有機會。所以佢演一陣夢啊，係嘛？圓一個夢啊，喊披薩係啊，也在演一個想做嗎？想做嗎？現在目前你第一啊。題目簽嘛冇要緊的啦。題目好。冇要緊哈，有機會抽上去哈。係啊。唔過想談先生嘅意見呢？哦，要談一下。先生該要猜啊。先生夢想去講。誒，招下先生，嚟。
咁講嘅落去。愛分，強強會照睇的。馬氏糖都按後糖還三個。這是技術派。一家都一家一下照到夾白了了，又多轉了。又照到雙唇，一下又照到下唇。係咪高價了按好？係啦，那用你按沖飯那個，你幹嘛個便秘啊？是老頭喲。老頭。哦，上落去，這個議論呢，這個啊落輪背嘛，一家就中一家就嘛啊。創神氣啦，阿爺撲係實在亂創嘅團啦，亂創嘅團，係因為這嘢唔過我後生嘅創啊，你成日慢慢係進步啦。有認真練習的啦。係啦，嚇。係你看一下分數。當然咯，看一下本大家笑一下，有信心。可以 keep 嘅嘛？看一下林丕賢嘅分數。還有滿分100分，滿分100分，還有180分，除以3，除以3，60分。60。哎呦，還有及格呢。對啊，還是及格是80。所以老師還是佛心來的嘛，對嘛？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拿什麼標準來評。就是指你有發出聲音就給你及格這樣。冇要緊啊，愛好有好到起好。哦，有好到對啊，按後生人很敢衝出好，對嘛？愛唔曉衝冇要緊，愛會好。好，下一拜再來學詞。好，但是我看你應該學不了詞，咩無效嘅，後面無效。也可能咩唔係講跟老師一樣辦，係本身。跳起拜愛情無困困大娘，跳起拜嘛該。跳起拜愛情無困困大娘。啊！下一次我就不一樣給你看。哦，下一次就跳幾拜啊？跳七拜。跳七拜。跳七拜就冇空用咧。冇空困大娘。好啦，等你呀。等你啦。OK。哎，做得等雙比免在保利呢。目前你第一哦。哎，你還第哦。請登上衛冕者寶座哦。帶着七個第一號，兩項來比。沾，哎呦，那個sun沙哈，還蠻有味道的哈，打掃一下再下來哈。灰塵很多哈。應該等一下就下來了啦。好嘞，家下糖都係歪歪啊，你神果子。咩神奇啦哦，報告。好啦，啊你沙落入邊呢？哦，沙落咩事啊冇哦，我倆就算係厲害了哈，來自新竹北埔龍先生。哎呦，唔確定叫厲害。哎，吃到至少比 TV 厲害吧？應該比披線較好的。後來唐哥呢？龍先生都三個來。
对无？有较正常的，有啦，较正常诶，比个哦，加个前面糖豆真的哦，真艰苦咧。有时像虽然佢咩要按用笔啦，因它有准有冇？哦，我看啱啲寫嘅，自家寫嘅筆記，哦，都線。懂都先呀，所以你看，說他音樂強用啊，跟那片高音那片大音，係啊，按用好記，有老師特別屯字頭字頭記錄，冇啊，冇，其實把它諷刺了。冇，你數過佢係愛自家第一擺比羅山歌嘅世界嘅詞。哎呦，你有比過羅山歌？你定係比？竹東。天穿夜咧，天穿夜。佢就講佢配嘅前半段嘅歌詞啊，喺度有，這是後半段，後半段嘅歌詞。哦，有冇？係，有一擺講佢比賽時間。配到前半段。佢本來上佢唔揾一比啊，喺度佢選一比咧。張佢是準備後半段嘅歌詞。所以厲害啦，根本要創作人想做得。我做得吧？好羅山歌，係因為我自家唔會。聽拍子不會下拍哦，對，是有破嘅關係。流行歌曲你要找拍子，反而比較不好找，這個應該很好找啊。因為羅山歌係就是自由拍，老師剛剛也有講，就是要唱多長就唱多長。哦，佢冇切破問題啦，佢上用班一來就一來。係啊，哦，意思你氣很長就對。不是，就是老師剛剛有說4個字嘛，換氣。對啊，等到你沒氣的時候再換一次，這樣子。對，就是記得換8次氣就抽了。冇錯。哎呦，很厲害哈！來，唐亞那邊欣賞來講呀。欣賞。來，好。哎呀，萱萱哈，今日帶來一個羅山歌，所以啊，人講以前你從細就有基礎去唱歌呀山歌，佢今日最基本，佢羅山歌基本強就有章，有章，所以講有呢就會講國人嘅總戲讓嚟去看，有一場嘅總戲去看。就看得多好多做的，因為佢自由拍嘛，佢冇規定講我要看一場看一段，但是我看嚟講，在呀，先今日佢唱嘅呀，不管你咬字方面，做音來講，做音，人講嘅，做嚟講就做到親講，做嚟講也好上一批啊，係希望大家下呢一對人家傳統嘅山歌都用心地去學嘅，但是現場。比現場比現語，佢雖然我唔係唱現場，但佢當用心唱。因為到化妝師的時間，我都有感覺。化妝師嘅練習咯，他自己很辛苦哦。就開始這樣轟炸你，我們。他換了很多老師。韓語都唱到動態上，因為唱我上一講，忙你唱咩廢社會的事。按有數按大奏，就按你樣樣你的義工。好，姐姐繼續加油。傳承咧客家文化，加油！黃先生，天天對啊，基本基礎。基本上咩全部衝啊！對啊，7年前有唱過。哎呀，對呀，還記得。對，來看一下佢嘅分數。哦，來看一下李榮先生嘅分數。好嘞。哎呀，96分啊！應該真係超清楚哦。哎呀，分數同佢雙一比我差很多。應該差很多啊。差到足有36嘞！對呀，阿勇就會好了，哎呦，歡迎錯了哦，恭喜你嘅先生為免者保衛，謝謝掛上彩帶。哎呦，恭喜先生，都得搓下了哈，搓下了哈，這樣搓，好了，先幫他扇風，好了，哎，2個圈，2個圈，好，好來殺下來嘿，殺下來係個團體組，團體。林冠權還有嘅王心怡啊，帶來滿布。哎呦，怎麼會跟他們兩個配在一起？唔掂呢？對呀。你不行嗎？我很困難了哈。
冬天嘛，风流做什么呢？哟哟的哟。做鬼，风流做什么呢？哟哟的哟。唱我那声那声，声声我的歌。跳啊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唱我那声那声，兄弟有几多？先生啊，娘子啊，风啊流，松啊流，呀呀吹，按300，风流做什么呢？哟哟的哟。阿鸟尾，哎呦，有一股火，阿鸟尾哟，上到点，唔加马吉嘛该，啊，唔加马吉嘛该，我人马吉按300，哦，马吉啊，哦，马吉，哦，马吉做的，做的哦。这条啊，你要听哪？马吉没做的，马吉没做的。你要放不能利用啥呀？阿鸟尾，激动。哎，冠群真的，他今天很紧张了，真紧哈。OK，哎，看你平常妹子那么多，你没有看你这么爱玩心语就要紧张。大哥的女人不能碰啊。大哥的女人，你说心语哦？对啊。你有问心语的想法？看你按的眼镜。有啊，我有哈，真紧啊！你有觉得那个箭一直从那边射过来？有啊，冷箭一直射。对啊，是，真危险呢。哎呀，真的哈，是啊，我刚刚真的是坐在那里很不舒服。哪里？你上一次加上来冲啊？对呀，哎，制作人改天。找个机会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冲一下。对冲呀，对，无言的结局啊，黑毛。哦，可以。你要让我这种老灵魂要稍微有点绽放一下，好，滋润一下，对不对？讲的我好像都没给你滋润，我还不够滋润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太水了，太水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哎呦哦，心语，我跟你讲，咱是冲这个哎。手挑国对你来讲应该还你送100冲给传统国的哦，阿里吉泰哦，那个也跟佩璇一样，佩璇你给骗了，跟佩璇那差不多，蛮记的咯。我懂你，你懂哈？来啦，再挑战一次。哦，很紧张哎。吃光了。很难的。似风流过乃梦啊。爱动中意难。你刚刚林佩萱听太久。流呀乃伤啊。哎呦。就黑了你啊。哎呦。又赚了。有立秋啊，现场的咪头啊。有赚了。给他转音有嘛？对，有转回来。哎，很难哦。东南哦，辛苦呢，辛苦用啥？对。林冠群呢，练到那个室友说他在帮人家超度。哎呀，还有那个有群主啊，就有人跟房东抗议，为什么有天在放，就是有人每天都在唱那个佛歌，哎呀，很像啊，就是这首啊。很像啊，想说怎么会有人超度？是不是有人过世了？不完哟哦！来，廖伟聪的人唱个呢，文芬先生的贡品呀。你看你在后生的早上，我睇一只佩萱笑到你下，尤其你门扑你数个小条，跳摆三角菜叉係一天為創嘅藝術小條歌。不過喺門撲機係
较全面的去了解西亚这啊。啊，根本去看全了新语啥颠倒西亚这去了解这全面的吼。所以观看还晓得无？从了中国还晓得无？嘿，因为从出个客家三角采茶嘅梅图出来，两者到底做得hand排有機會做得個合作持群啊！好，唔敢，中的，没哎，两个这刚好年纪也差不多相仿，对不对？又男的又帅，女的又漂亮，其实可以变成我们传统组的荧幕情侣。没有，做的，哇！好了，来看一下分数了，看一下林冠权还有新一个分数。哎呦，没不差的啦，升狗分嘞，算 OK 的啦，还不错了啦，奖金没了。对啊，爽到你，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再叫。就是站太远了，请你们吃什么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好了，那接下来本日介绍，从下介紹漢語味，蛤蟆老師來，來私人嘅桃園龍潭，姚小琪先生。搶山流水，好風光，唐哥啦，唐哥啦。搶山流水好風光。羅哥，你們一禮拜，你這禮拜冇發過水冇？哎呀，30年來第一擺唱傳統歌曲，真勁呢！山高流。謝偉老師他把這首歌其實有改編都有點那種流行的節奏，流行嘅搖滾的節奏。但是沒懂我唱，至少比佩萱好。佩萱第一個出來是對的，他其他個老幾都瞎，你知道嗎？
你看没想到哈，你看蛤蟆也会唱歌，我跟你讲，深情款款呢。哎呦，冇法度你嘛。对。30年来，老哥你们的，你礼拜来，你这礼拜冇法度我衰冇。哎呀，30年来第一摆唱传统歌曲。真的呢，冇骗，上节目第一摆。但是我看个资料，你个资历啊，是。你也是没差不多出头也有30年了，有嘛？就差不多。流行歌曲接触传统歌曲，有个机会，几率同歌啊。对，这是从来冇在电视上来表演，你可能制作有同歌。制作嘅冲片。制作流行呀，制作传统啊。其实我过去10多年哈，到12年左右的，差不多有几百场，300-400场。300-400种，做客家传统哎，真的，声大调啦、小调啦，传统哎。不要看他长得这样，他真的对我们客家的贡献真的非常大。那罗哥琼阳哈出道比较早，现在还蛮年轻的。其实还蛮老啦，忙碌。啊，出道也看不代表年纪大。对，来，谈一下邱亚欣上，嘿，对。其实游走起落时，其本身就会那客家创作才子。对。啊，以前我在两个公司，我都在流行歌曲嘅時，一三個傳統三個專門記到佢做 DJ 老師。200-300的。係，嗰陣時結果我上完當歌，結果我錄個歌嘅同啲當當嘅唱唔得啊，喺佢響講歌。而家上咩當歌啊？係啊。哦，而家上咩黑多年，60人歲啊，唔係要。仔，60人演出啊。啊，你數長山綠水好公房，因為以前我在南亞我有6個啲地帶嘅，啊，而有嗰種 MTV 出嚟嚇。其實呢嗰首歌曲係泰國傳過嚟。哦。係當然唔啲。啊，因為嗰陣時我拿到啲資料係泰國過來嘅，啊，嗰陣一張入樣時，見拿出呢首歌曲泰國傳過來，後面藝術在南亞我有6個，所以個。那個游走起落是唱得非常哦，有感情哈。不過要注意哈，你首歌曲當然冇去注意那個休息符號啊。你知道？無心音聲，以心為道飛。愛情咯，這個頓音13模組，有93模組，所以那個休息符號要注意哈。所以你今日啊有走起落時，本來是流行歌曲，轉到那傳統山歌，本肯定加油。這是，喊你要看一下手勢，你看對嘛哈？哦，來看一下。平常時全部評判機哦，看今日創業傳統有辦法養機嘛？大幾下來嘛？哦，好來看一下。沒關係，龍先生，如果他輸你就笑他哈。叫大哥請客啦，哈，嘿。好來看分數來。看一下游小琪先生嘅分數。哎呀！哈哈，笑他。他也不敢笑他了。人家講翻譯叫做全怕少壯，青出於藍更勝於藍。他起碼在他這邊可以幫我們分數加20分。真的哦，所以你要懂翻譯，真的，對，那個0.3是我們讓他的。是，什麼太？好了，沙下你入面來，屏東林樂，馮世軍大帥哥，帶來一首好聽的《평伴》，來唱歌啦，來。
姐好。哎，最近吃得很幸福哦。对啊，欢迎加入我党。整个肿起来呢。哎，有啊有啊。很明显哦，你不能太抽的啦。哎呀，偷偷一人就是提化妆室，你不行。这个认不出来，我有点不会啦，有他演一些的啦，没冇按到啦，演动多嘛。心宇你看好，心宇讲，不要你就面就洗洗就好，其他地方太空。心宇自己也没有瘦啊，所以他也不能讲。他还蛮有职业道德的，他维持比蛇今后呀，那么多个月没见，还保持很好啊，对啊。冠群有稍微一点胖一点，有啊，还有，哎，罗哥某呢？我哈，俺没某呢。你我就是胖起来一直这么胖，就一直这样。我也算有职业道德啦，讲影音唔出来。对呀，哎，但是我想现一条歌，导演节可以重新啊，青葱嘞，歌哎呀，其实以青葱啊，能让人来开场歌，可是你有做黑呀，按过有一些真的冇共用，有一些冇共用，能弟弟那片冇共用，那大冇共用，冲个人冇共用，三个六那冲啊，巴土黑往下，他开场歌好像黑。三个六往上走没啊，吉他的那个谢宇威老师的版本。罗哥同下一笔欣赏。谢宇威老师他把这首歌其实有的贵编都有点那种流行的节奏，流行的摇滚的节奏。但是没懂后堂，至少比佩萱好了。佩萱第一个出来是对的，他其他老给都瞎，你知道吗？对哦，他都可以的，他是一个地标，我们随便，我们是天花板，然后他是地板那边。对，他就唱那个差几个这样的歌。一个欣赏，欣赏好。好，思源佢俾唱嘅有那流行版嘅平版，其實也屬嗰個愛來追溯佢嘅來源係樣版。喺民國70年初嘅時間，那吳勝志，佢就唱一首歌曲，到面向，謝宇威老師佢在改編嘅時間，就會多少從佢度改過來。所以佢一條我要講過嗬，寫流行歌嘅人係寫好唱天天，冇辦法寫牛詩。比如講山歌唔唱，唔係唔拿。嗱也嚴就冇共樣啊！講嘅冇上講，我講過嘅一條創作者，佢一樣係唱，佢樣係唱嚟順，佢冇辦法上講，快樂就好。對。但是佢咩思源唱係有板有眼，加油！有板有眼而已。那可以給本書，可以把手臂個臂面扎啲。用先做不了，今天3000塊好像拿定了哦。那個還冇一天哦。沒有，因為接下來這一位馬來西亞來的朋友，你要跟，對呀，如果讓他贏了，那是不是？不一樣嘅很。妹，龍萱萱多沒面子，對吧？壓力超大。妹唔會啦，他們憑實力。真的嗎？他是很會唱，但是唱啊呢，傳統的歌，就唔啲咯，會彈慣哦。英男啊，真的。主持人連馬來西亞嘅劉美玲帶來19歌。好的，彈慣啦。强罗。
美女米林哦，啦，系啊，我真的对于来规矩来讲吼，遐种歌曲。其實完全冇接觸過嘅啊，從細唔喺啲嘅生命當中出現過嘅嗰種旋律。比如你嘅節目，係啊，用認真練習。緊張啊，緊張哈，當緊張。緊張啊，緊張啊，你還有咩講啊？哎呀，有卡車，有卡車。有啊，卡車喎，牙套沒呢？也拿掉了。哎呀，牙套拿掉了。對啊。難怪他剛剛在門口這樣。難怪現在都大笑。對呀。你要看到人就要這樣。哎，真的。捶把腿啊。哎，真的有差哈！真的嗎？真的。你知道我瘦幾公斤嗎？幾公斤？我瘦了8公斤。哦，看不出來。看不出來嘛？嗯。哎，8公斤輕度呢？對啊，看不太。看得出來啦。看不出來嗎？剛剛明明很多人說我變瘦了。有啦。我是因為之前腸胃炎啦。哦，一個腸胃炎可以瘦8公斤哦！腸胃炎可以瘦到8公斤，然後後面又壓力啦，然後就突然間就不，哦，那我自己也嚇到。那你要多腸胃炎一下。我都消化不良了，我。很難哈，學這種歌真的。對啊，我那個啊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加進去。那你有親身上教嗎？有喏，加下我有唱求下老師，求下欣賞，有教呢，求下欣賞，有教呢，有教哎。那你還蠻受教的，還不錯。你教人用的那個用蠻聰係啊。係，他還叫我要搖屁股這樣。啊？說我要搖屁股，你沒有覺得我剛才一直搖屁股嗎？哦，搖屁股，你只有學到搖屁股是用板橋某後啦，他有說要那個哦，左邊右邊的，愛猜呀，有啦，有進步，就而家都嘅化妝師啦，佢創嘅時就照驗時就彈唔落嚟，我要。要蒙藝報名因為我哋個化妝彈佢哋個創實在都唔掉咧，報名係都講，我咪做，你要進步前度講到出發，這個你做得好練，真嘅。跟住搞加分，你搞嘅我是計劃有師傅有最尾就係哎呀，好一年啊，跳前啊，韻律感，我咪轉咗啦，要講係進步前度。佢唱歌嘅部分冇辦法吸引到人啊咧，所以用通州。要美色是不是？進步前度講落去。哎，知道有呢，他有抓到那個韻味。有啦，會唱歌嘅人其實他聽一聽，他就大概知道怎麼去詮釋。對呀。那要看最後一位分數之前，來搶那個第一名的來。第一名，現在我第一來，請到舞台當中來。先生了，會緊張嗎？啊，緊張呀！3000 K 哈，3000 K 那3000塊的去留到底要給誰？3000對他來講小 case。我知道他大地主，我比較窮啦，對啦。對呀。對啊，你看我要自己賺，你要給姐姐嗎？從馬來西亞來這邊很辛苦。他租房子。對呀。等一下吃東西。哦，等下請他吃東西啦。如果你贏的話，你會請大家去吃東西。我有收到錢，我就請大家。哎呦，哦好，他還說我有收到錢哎，但是那麼多個3000塊，搞不好不夠哦。沒關係啊，他大地主的女兒，剩下2萬7你自己補。好啦，看他的分數。好了，看一下美玲的分數。看一下美玲的分數。好啦，看他的分數。好了，看一下美玲的分數。看一下美玲的分數。哦，哎呦，老師對你真好哎。哇，真勁呢！唔講我知道根本唱得清楚呢。給玉米，吼，按你倆帶哦，我引帶哦。哇，有機會，好棒哦！就是你的了，也很提名，有一名。走的，要上去是嗎？好了，請登上衛冕者寶座。要，手一籌一下了，還可以拿到3000塊啊！沒有。哦，那軒軒就換人家請你了啊。
27000哦，真是懂事的女儿哦。哎，有客家人的精神。真给哈，嘿，好了，谢谢，没你的事了，回去了。谢谢轩轩。坐那边也是很冷的，高处不胜寒。哦，抽蛋糕。不会啊，你看他做的很开心。迷林哈，哎呀，很有味道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可能就只有一次。唔会，很有机会有自信。好啦，东站的客服吼，本后上瘾来安尼尝试安尼传统的东西，冇错。系啊，安尼表示安尼客家也就传统的国有文化做的基础的进度嘅面向哦。系啊，安尼好中国的朋友们叫我夹来报名。打电话来，0966676666传真天发，0212777812等台几个打电话。好，等大家来报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因为呢，我们多谢。辛苦的评审先生，什么三位先生，辛苦嘞，恭喜米林，哎呦，谢谢，有什么开始报告吗？有报告哈，什么小江先生，细胞有没有死了很多？哎呀，谢谢老师们，小江老师还有辛苦的崔先生，辛苦嘞，工作同仁们哈，也很辛苦，天中的工作人员辛苦嘞。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来，拜拜。